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2月1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死亡通告。我们要来读以斯帖记第4章1到4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马太福音5章第4节。如果有一天你不舒服，去医院看病，然后经过检查后，医生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剩下11个月可活。面对这样的一个坏消息，你的心情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当哈曼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，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，针对全国的犹大人，无论男女，发出死亡通告。末底改将和犹大人如何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噩耗呢？看完哈曼颁布消灭犹大人的命令之后，我们再次将焦点回到末底改的身上。在所有的主角都出场之后，这种换幕的过程会一直持续到第7章。作者告诉我们，末底改得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从他和以斯帖的对话中，我们逐渐得知，他不仅仅知道这个命令已经颁布了，也知道这事是如何发生。末底改和亚哈水鲁王形成明显的对比。国王应该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他却选择充耳不闻。末底改不需要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但他却知道。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的，有可能是从朝门这个朝臣他的同事们说长道短当中来听来。对末底改而言，犹大灭族的这个消息，成为他说服以斯帖为百姓挺身而出的根据。当基督徒在面对社会中迫切的问题的时候，对当今事件有清楚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。唯有如此，我们的事工才能适时地导向那些福音能大大发挥影响力、矫正社会问题的地方。末底改他哀嚎痛哭的方式，是当地的典型作风：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。在旧约中出现过几次，通常在强调哀伤之人的痛苦。这有可能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宗教仪式，尤其是灰烬让人联想到将红母牛烧成灰的洁净仪式，在民数记19章第9节。类似的说法也能用来解释末底改极度悲切的哀嚎。这通常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之上，而如此的哀嚎绝对可用猛烈来形容。若末底改知道他触发了这件事情，他绝对有理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哭泣。然而，即便这场危机是由末底改拒绝向哈曼致敬或是跪拜所引起的，然而作者却从未将责任归咎于他。
人们总是容易显出责备受害者的心态，但以斯帖记对此却相当的谨慎哦。然后末底改并非独自悲伤，他和举国上下的犹大人一同进食，流泪悲痛。传统上，这一些行为意味着祈求神注意所发生的事，然而目的却不在迫使神采取行动。不过，作者刻意避免使用任何明显的宗教叙述，因为即使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行为通常代表迫切的祷告，但此处的重点在于神的百姓面临危机时衷心的回应。以斯帖记并没有否定祷告的重要性，相反的，他强调神的百姓在倚靠神的同时，也努力来尽责改正那些他们所祷告的事情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末底改来到朝门前，不过他没有继续往前，因为穿麻衣不可进朝门，因为在王面前不可出现任何标示伤痛的事物。我们能够明显看出他与同胞的哀伤。站在朝门前的他肯定能引起众人的注意，但又不至于为自己带来麻烦。末底改之前曾站在类似的地方传话给以斯帖，他现在显然想要再做一次。上帝知道他百姓的需要，而末底改知道不能在这次的危机中坐以待毙，现在正是采取忠心的行动来寻求神何时动工的时刻，而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，则是一场信心的冒险。当我们面临重大的危机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会怎样面对，是坐以待毙呢，还是我们学习末底改，以禁食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帮助？弟兄姐妹，不要放弃你与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个秘诀就是祷告。我们用祷告来寻求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帮助。默想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通告，如果是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上会有许多的苦难，但是你安慰我们可以放心的，因为你已胜过了世界，所以你应许给我们有永恒的平安。虽然我们面对死荫幽谷，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必用你的杖和你的竿来安慰我们。我们靠着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力量和你复活的大能，我们能够出死入生，并且有永恒的盼望，即使是面对死亡。感谢主赐下你的平安，使我们即使在面对死亡来临的时候，心中不惧怕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跟应许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喜乐健康蒙福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